来看阿根廷，为着要救经济，阿根廷新的总统米雷伊第20日时宣布伊的政策，是甲300多项法规，毋是改变就是取消。也拿做派的劳工团体和政党嘛，动员几落千人，伫首都发起反政府示威。 现任总统极右派米雷伊相信私有化自由市场是解决阿根廷唯一的解药。21日全国电视演讲中公布一系列所讲的经济电价治疗法的详细内容，亲像削减政府支出、国营企业民营化、放零抗疫规定、取消帮助法规、取消出口限制，也个大幅度货币变薄等等。El objetivo es comenzar el camino de reconstrucción de nuestro país, devolverle la libertad y la autonomía a los individuos. Y empezar a desarmar la enorme cantidad de regulaciones que han impedido, entorpecido y detenido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nuestro país. 现任经济部长卡普托顶礼拜予披索对外美金的汇率，为391披索对外1美金大落到800披索的计数，落价幅度超过50%。个计划要将每个月通膨率降低到20%至30%，同时增加税收。 新政策一个公布，虽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欧陆，讲这是阿根廷恢复稳定加重建国家经济重要的一步。不过阿根廷全国各地各项物件拢起，像讲肉价起40%，壳牌石油公司加燃油价提高37%。 阿根廷航空加机票价少起1倍，左派劳工团体加政党20日动员几落千人，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反政府的示威，加米雷伊政府加1976年至1983年的独裁政权相比拼。No estamos en una monarquía. No pueden decidir por arriba de nuestras leyes. Si quieren declarar. 示威民众经过所在道路两边，拢有全身武装的军警伫戒备。米雷伊10天前就伫就职典礼的誓言讲，要对任何想要阻挡伊改革计划的团体采取严厉的行动。18伊阁警告，任何封锁道路的抗议者可能会失去领国家福利的权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